是不分手，只是把人家这话题不上的是那个时候到主题人员，你上到了第六个时候，我最大对了，你心都给他没有。那这个绕了，这话题不上的是为了说到主题人员没他。那这个呢，我们是这话题不上的是为了说到主题人员没得。